大家平安。嘛是今是学乐的时间，请大家掀开圣诗第86首，86首。飞扬君王，车如进前。这首诗歌，要带领咱来领受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一个足重要的时刻。咱这礼拜就是受难周，咱就备办咱的心来纪念主耶稣为咱所受的苦难甲牺牲。耶稣基督伊谦卑徛到炉来进入伫耶路撒冷，用温柔谦卑甲和平的方式来完成伊的救赎。那为着咱的罪，咱来伊来牺牲，伊会用荣耀，就是透过伊的疼甲牺牲所带来救赎。这是一个生命甲永远的盼望，咱来吟全首。圣诗来感受耶稣基督迄个超越一切的疼，咁嘛为咱来牺牲的疼。第二首圣诗是第92首，伤心笑脸我主老伙。这首是受难周的开始。歌词嘛讲到耶稣基督伫十字架的牺牲，咱就伤心笑脸。主耶稣为着咱卑微罪人来受着。完全性来感动咱，将咱的心、咱的一切拢献互主。咱用这首歌来想念主耶稣对咱的疼。伤心笑脸我主老伙，我主受死苦痛。Do
好，第三首的圣诗是368首，368首。想袂迄年救主耶稣，耶稣伊知影出卖伊的人是啥人，伊依然为十字架充满即个苦难的重担。伊摕起饼来为咱祝谢，然后伊用宝血来洗清咱的罪，诚做一个信仰。咱食这饼啉这杯，毋若是忧伤，若是带着愿望，咱听候主搁再来。主的宝血是继续的庇护，咱就知影即个愿望都是一生上大的平安甲稳定。咱来吟圣诗368首，全首。上尾一首诗歌，圣诗第400首。原曲的仁爱甲你同在。这首诗歌充满着祝福，因为甲咱讲时刻主就甲你同在，所以不管安怎的境况，咱都要有信心，知影。伊即马就甲咱同在，咱来吟这首第400首。到遮，望遮的诗歌拢带来祝福甲信心。
请大家备办心来敬拜神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，着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，伊的慈爱续到永远。做伙来吟圣诗86首，圣诗86首，威严君王，遐如进行，听起你来吟传授。咱犹原徛伫，做伙仰头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上帝，感谢你的恩典，互阮众兄弟姊妹自己伫遮做伙敬拜，学罗你。主啊，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，谦卑承认阮有罪的本性。主，你知影，阮有时会违背你的教示，无好好用对你来的恩赐，搁袂记得你的慈爱。主啊，
求你互阮会晓为着一切的过程，心内见笑甲忧愁。主，恳求你怜悯阮，教示阮知影阮的毋对，洗清阮一切的罪恶，为着你所疼的囝耶稣基督，赦免阮的罪，帮助阮所行的路，拢有合你的旨意。主啊，教会是见证你的所在，求你互阮的教会做光做盐，伫国家甲社会荣光你的圣名，也更新改换阮的心，互阮伫家庭、伫社区、伫工作的所在，拢通活出基督的疼。求主帮助阮有怜悯、疼痛的心，关心欠缺、丧乡的人。愿主你所设立的教会，伫遮行做和平的使者，也是传播福音的所在。主啊，阮的会友有的身体欠安，也有真侪教会的长辈，暂时无法度来教会做礼拜。主啊，求你保守身体欠安的会友得到医治，也互无法度甲阮做伙拜的会友会当得到平安。这时，阮要照主耶稣的教示做伙来祈祷。愿你的父，愿你的名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实行，伫地里如天里。阮的食今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过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死地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平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请咱来看信息的后面，配音文57篇，配音文57篇，记载约翰福音15章，咱做伙来起。我是真的葡萄树，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，有结果子的枝。伊就甲伊修剪。我对恁讲的话，已经互恁清气啦。伊无连伫葡萄树，家己袂结果子。我是葡萄树，甲我结连。我嘛甲伊结连的，会结真侪果子。人若无甲我结连，会亲像打去的枝，互人迄出去外面。恁若甲我结连，我的话伫恁内面。恁若结真侪果子，真正做我的门徒。做伙来念圣诗92首，圣诗92首，伤心少年我主老费，请起立来念全首。
请坐。倒伙来祈祷，慈悲疼痛的上帝，真理甲活命拢是你赏赐，福分的源头是对你来。阮即时要来追求你所要赏赐阮的道理，恳求信心充满伫阮的中间，替保惠师来教示，互阮对你的话。灵命得到培养，信仰得到坚固，活出基督的模样。我安尼祈祷，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免。倒伙来读上帝的话。今仔日要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59章第1节到21节。以赛亚书59章第1节到21节，请咱注意看。听我来读，要知上主的手骨，毋是伤底救袂着人；伊的耳孔嘛毋是伤重，袂听见。是恁的罪恶，将恁甲恁的上帝隔绝；恁的罪过，互伊的面越走，毋听恁的祈祷。因为恁的手满满是血，指头互罪恶绑着。恁的喙唇讲白贼，恁的喙齿讲邪恶。无人照公义告诉，嘛无人照真实辩护。因拢信来虚假，讲白贼，有毒害。生罪孽，因扑毒蛇卵，和蜘蛛网，食着卵的人一定死；蛇卵破，一定出毒蛇。因见的网袂当做衫穿，袂当遮盖家己。因的行为拢是罪恶，因所做的拢是强暴。因的骹当去做歹，见要流无辜的人的血。因的心思意念拢是罪恶，行过的路拢是昏大毁灭。和平的路因毋捌，因行的路无正直，因为家己做弯巧的路。行即款路的人，拢无平安和平。因为安尼，以色列人民讲，正直离开阮真远，公义嘛入阮袂牢。阮仪态光明，毋过还是黑暗；阮信号光亮，毋过还行伫黑暗。阮若失明的人，望像壁在行，伫中昼滑倒，若亲像伫黄昏。阮周围的人拢勇壮，毋过阮若亲像死人。阮亲像熊在吼，亲像粉鸟在哀鸣。阮望正直，毋过咱拢无。阮仪态拯救，毋过拯救离阮真远。阮伫你面前所犯的罪过真多，阮的罪做尽控告阮，阮的罪过对你对条条。阮拢知，阮的罪真重，阮背逆弃绝上主。活转身，毋跟对阮的上帝，阮假无阿伯，甲反叛，真存虚假，喙讲白贼，政治挫败，公义点点徛远远，真理伫城门口摔倒，
诚实袂当入来，真理找袂着，离开社会的人反转受害。上主看见无正直，真无欢喜；伊看无人帮赞受欺压的人，真着惊，就用家己的快乐拯救因，用家己的公义扶持因。伊用公义做正甲称，用拯救做头盔地，用保护做衫穿，用兵力的受气做外袍满。伊要照人的行为，甲因报应；要对敌人发大受气，甲对敌报复；对正海岛的人报应。安尼，西边的人会敬畏上主的名，东边的人会尊崇伊的阳光，因为上主会亲像急流的河水冲来，伊的风得吹得扫。有一位救赎主会来施安，来到遐个为家己的陪伴悔改的以色列人中间。上主安尼宣布，上主甲伊的子民讲：我甲恁立的约是安尼，我的神甲我的话，拢会伫恁中间。我下伫恁喙内的话，一定袂离开恁的喙，嘛袂离开恁的子孙，甲恁子孙孙的喙。对即时直到永远，上主安尼宣布。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，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。即时要请圣歌队阿萨诗班用诗歌带咱敬拜。因要唱的诗歌是《咱是上帝的百姓》。
请黄春生牧师讲道，题目是听候上主的公义甲拯救。弟兄姊妹大家平安，愿上帝恩典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。今日早起24班通过，咱是上帝的百姓，带领咱来敬拜。这首诗歌也讲到圣约的子民。咱今日特别要甲咱的主耶稣基督同齐祷，也有人要伫礼拜中间来洗礼。这就是咱要超出咱成做上帝的百姓，咱要成做圣约的子民。今仔日是中秋主日，也是受难周的开始。伫受难周的开始，耶稣骑驴入去到伫耶路撒冷。迄个群众是举棕树枝，伫遐来欢呼和散那，和散那。伫遐人期待一个拯救者，伊会通带来公义，伊会通带来五万拯救。一个拯救者入来到伫因的中间。但是上时阵，咱也爱知影，伫耶稣迄个时代，耶路撒冷迄个城市，其实犹原充满真侪无公义、宗教上的虚假，甚至有人受着权力的压迫。所以耶稣骑驴进前，短短几工的中间，咱看到伊互人欢呼，遮欢呼的人后来有人安怎？转做安静，甚至后来有人伫遐画啥物定义是离家。这种老无辜的人的话，亲像咱今仔日所读到的经文，以赛亚书59章的中间，互咱看到先知的指出迄当时社会的现象。咱来看14节安怎讲？伊直接讲公义点点徛远远。真理伫城门口摔倒，咱看到这个描写的时阵，咱会通知影，迄个时代是一个公义甲真理，逐个人拢无咧信道的时代，甚至会描写讲人民伫黑暗的中间，伫遐亲像痴迷的，伫遐蒙蔽的行，先知伫遐指出社会的问题。总是咱看到，甚至安尼讲，问题毋是上帝手伤底，乃是人的罪，互上帝离开咱远远。当这个世间找无拯救的时阵，咱看到经文内面的描写，上帝家己徛起来，穿公义的正甲，伊亲自要带来拯救的好消息。伫中秋主日的中间，咱拄是看到这款的奥妙。真正的拯救，毋是人群期待迄个有权力权柄的君王，乃是迄位行远是离家的救主。当这个社会的公义倒伫路边，但是上帝并无离开。伊亲自进来到伫咱历史的中间，带来新的盼望。所以今仔日咱也要通过以赛亚书59章，做阵来去看到迄当时一个充满无公义、黑暗的世界。这个经文的描写，甲咱今仔日台湾所拄着有啥物款的关联？咱首先咱来看第1节甲第2节。一开始就安尼讲，要知。上主的手骨毋是上帝救袂着人，为什么伊会安尼讲？因为迄当时的人认为讲，这个世界充满真侪无公义的代志，敢是上帝安怎？伊的气力无够，伊无搁关心咱的世界，敢是上帝能力有限？上帝敢无搁听人的祈祷？原文这个手骨上帝。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，甲翻译做安怎不能搭救啦。所以因认为讲，因心内伫遐摇疑，上帝的手敢是安怎将咱扭袂调、扭袂着？但是先知真清楚的宣告，毋是上帝的手伤底，也毋是上帝的耳孔重，问题毋是在伫上帝。因为咱若看伫圣经内面出来记内面的记载，
当上帝看见受压迫的人民，伊就安怎伸出伊的手骨，对埃及的中间将因救出。诗篇34章14篇15、16安尼讲，上帝听受苦的人的嚎叫。所以，伫遮先知指出真正的原因，毋是上帝失去迄个拯救的能力，乃是人的性命出问题。所以，咱来看第2节安怎讲，而且讲是恁的罪恶将恁甲恁的上帝隔绝。即句话是真要紧的，隔绝就是有隔离、分离的这个意思。毋是上帝离开人，乃是罪致到人离开上帝。罪就哪亲像一堵墙共款，挡伫人甲上帝的这个中间。但是遮讲的罪，毋是个人的道德的过失，乃是一种公义甲邪恶。当人的性命，还是讲社会处事，离开上帝公义，安尼就是，互咱看到人甲上帝的关系就会化离。有一个圣经学者奥斯堡，伊咧指出，以赛亚伫遮强调，以色列危机毋是上帝的能力出问题，乃是人民安怎离开迄个公义的道路。虽讲迄当时宗教仪式有原存在，但是社会充满无公义的时阵，人甲上帝的关系其实已经安怎破碎。所以，如果咱将这个59章放伫这个以赛亚书的这中间来看的时阵，会当搁较清楚。顶礼拜咱读到58章，会讲起虚假的禁食，真理指出，信徒的中间一边禁食，一边安怎压迫工人，爱因做苦工；一边祈祷，另外一方面呢，看安怎无重视遐个送乡人、散车人。今仔日咱咧看59章的时阵，搁指一个问题：上帝为什么无要听？是因为人的性命，伊无行伫上帝的公义内面。所以这段经文要提醒咱，咱若感觉家己祈祷无得到回应的上帝的时阵，咱往往伫遐问讲：上帝你伫倒落？但是先知将问题倒变过来，咱伫倒落？咱伫什么所在？咱的性命敢有行伫上帝公义甲人民的道路顶头？真正的信仰，毋是将咱的问题推撒互上帝，乃是互上帝安怎定心来塑造咱的性命。但好消息，只要人愿意回转悔改，上帝的手将来袂伤短，上帝的耳孔将来清清楚楚。这是咧提醒咱爱转来到日主的面前，来敲找伊的公义。咱煞只咱来看第3节甲第8节，伫遮的描写，这描写毋是咧讲起一般人小小的迄种过失，乃是咧指出一个社会的中间，迄个罪恶的结果已经真严重。甚至伫遮用非常咱讲生动的描写。伊用人的身躯来做披露，伊讲罪安怎渗透伫整个的生命。首先，咱来看第3节安尼讲，因为恁的手满满是血，恁的指头互罪恶绑着。手原本要做啥物？手原本伊是要来扶持别人，但是因现在的手却是安怎？充满血、压迫、暴力。煞接第3节尾安尼讲，恁的喙讲白贼，恁的喙齿讲邪恶。话语原本是要安怎？要讲出真理、建立真理，但是伫遮因的话语已经成做一个欺骗、操弄的工具。所以咱看到，伊用人的手、人的指头喙唇、喙齿这4个来描写。
人的行动甲言语，拢互罪污染着。先知伫遮进一步会指出社会制度的败坏。第4节安尼讲，无人照公义告诉，嘛无人照诚实辩护。即句话其实真清楚，咱看到的是司法系统的败坏，法院无搁敲找真理，法律嘛无去保障弱势者，也是无辜的人。反倒当这个制度已经成做操纵的工具，所以一个社会若愈来愈行往迄个方向去，公义就消失，社会就失去伊的方向。先知伫遮用2个譬如来描写罪的本质。第一个譬如伫第5节安尼讲毒蛇的卵。咱知影讲卵是一个生命，孵卵原本是要安怎？要生出一个新的生命，但是因伫遐安怎孵的是啥物？是毒蛇。意思讲，恁孵迄个邪恶，邪恶会生邪恶的意思。罪会产生搁较侪罪。如果一个社会，咱所期待活出的是一种罪，一种邪恶，安尼这个社会是无救的。第2个譬如是咧讲蜘蛛网，蜘蛛网看起来安怎？哇，真紧卡，但是蜘蛛网是要为着啥物？为着要来掠遐个虫。先知伫遐讲这个蜘蛛网袂当做衫来穿。换一句话，人袂当用邪恶来做咱的衫来穿。咱要穿啥物衫？只有穿公义的衫啦。所以先知伫遮用这2种的譬如，来讲起迄当时的社会，人伫遐孵卵，竟然是孵邪恶出来。人咧穿衫，亲像蜘蛛网，是要甲人掠起来，要甲人陷害，毋是要穿公义。第7节甲第8节，咧讲一条路，这条路是安怎？竟然是暴力的路，讲因的骹，这个创去做歹，伊要流无辜人的血，即种互咱看到。因咧追求的一条路，一种习惯的生活方式，竟然是安怎做歹无公义。苏格兰的这个学者佩蒂伊咧指出，伊讲这个经文其实咧指出一种社会，然后结构性的恶。当这个暴力、白贼、不公义会开始制度化了后，整个的社会就陷入这个黑暗的中间。所以，先知一只控诉的，毋干那是宗教批判，乃是会看到咱的群体公共的生活所出现的代志。基督徒毋是干那秘伫教会内面咧敬拜，毋是秘伫你的厝伫遐来祈祷。先知互咱有一个眼界，看见咱做一个公民、公共的人的价值。迄个价值就是安怎？爱超找上帝公义，爱行伫诚实的道路。这段经文毋干那指出迄当时社会的问题，嘛亲像一面镜，会照咱今仔日的社会。当真理受扭曲，公义受压迫，弱势者受忽略的时阵，先知的声音通过一担会甲咱提醒：真正的信仰是啥物？真正的信仰，毋是停留伫宗教仪式，毋是干那停留会当讲出敬虔的话，乃是要来建立一个互公义会当重新徛起的社会。再者，咱来看第9节甲15节，而且先知头前咧讲出罪的本质，现在伊直接要描写罪所带来的结果。第9节安尼讲，正直离开阮真远，公义嘛入远袂着。这是一个真艰苦心的体会。人往往掠准伊所行所做，当带来利益，但是伊用罪的方式，用歹的方式
无法度真正带来利益。做带来毋是自由，乃是黑暗。所以伫第10节，先知用一个真强烈的画面来描写，讲原那失明的人，望墙壁在行。这是咧描写一个社会失去方向，人无佮知影啥物是对，啥物是毋对。整个社会已经失去迄道德的方向。所以学者奥斯沃伊指出，伊讲这段经文咧描写一个道德失明的社会，道德失明的社会。问题毋是社会中无法律、无制度，是有，但是人的心已经麻痹啊，嘛失去分别好歹的能力。咱看到贪污也是伫遐会当受回扣，即款情形竟然会当伫法院伫遐大细声，这拢是一种社会败坏。咱讲麻痹的心。伫11节，才互咱看到一个真哀伤的图像。伊咧讲，阮亲像熊在吼，亲像粉鸟啊在哀鸣。这是一种集体的哀歌。唱迄个口调啊，当一个社会充满暴力、充满不义的时阵，最后人拢是受害者。因伫遐亲像熊在吼，亲像粉鸟啊伫遐哀鸣，唱出迄个口调啊。先知直接指出，做一个真要紧的问题，就是安怎白贼成做公共的语言啊。社会上，逐个人拢讲白贼，所以13节咧讲，阮背逆弃绝上主，活当心无对阮的上帝，阮假无欺压甲反叛，心存虚假，讲白贼。先知指出，迄当时的社会的光景，真理已经无人咧重视啊！因为公共生活内面已经是安怎白贼满满。那像咱今仔日所拄着一寡认知战嘛是共款，迄拢是一种白贼，有真济迄个诈骗伫咱的社会的中间，白贼咱无法度去分别啥物叫好歹。亲像14节咧描写，公义点点徛伫远远的所在，真理咧伫城门口摔倒。这个摔倒无人愿意安怎甲扶起来？这互咱看到一个社会当真理受排除了后，迄个舆论就安怎充满白贼。你想讲啊，放弃也好啊，因为安怎甲讲嘛是安怎无采工，所以公义失去，真理失去，这个社会就愈行愈黑暗。而且先知伫经文中间会提醒咱，邪恶甲罪将来袂当带来真正的讨饭甲自由，伊只有安怎带来黑暗、迷失甲痛苦。这个社会若失去真理甲公义，就亲像痴迷的人伫遐蒙蔽在行，无法度找到进前的方向。所以只有安怎转来到伫上帝公义甲诚实的中间，公义要亲像大光来照咱，互咱看到黑暗中看到方向，要照光这个世界。一个社会若失去公义，这个社会就愈来愈行伫黑暗。这几年来，咱台湾嘛是咧进行这个转型正义，敢毋是？是要敲找正义，是为着互咱的未来，咱的子子孙孙会通有一个更较光明的方向来行。再者，咱来看16节到18节，遮所描写的，而且先知描写一个充满黑暗的世界，公义倒退愈，诚实倒伫这个街路顶，真理互人杀出迄个公共的空间。伫即款黑暗的中间，
咱看16节，伊伫遮一句话真要紧，伊看无人帮赞受欺压的人，真着惊。这句话上帝咧提醒咱，伊已经看见啊，上帝看见啊，遐个受欺压的人竟然无人帮赞，上帝非常着惊。圣经一再甲咱讲，上帝是一位看见苦难的上帝。当以色列人受掠到伫巴比伦，也是早前以色列人伫埃及做奴隶的时阵，上帝看见因受压迫，也听见因的呼救。上帝安怎？上帝就出手，因为咱的上帝心对无公义毋是麻痹的。上帝安怎？是充满愤怒的。所以16节，互咱看到讲，伊看无人帮赞受欺压的人，真着惊。上帝看整个的社会，竟然找无到一个愿意站出来维护公义的人。那亲像台湾228发生的时阵，白色恐怖的时代，迄当时真少人敢站出来维护公义，包括教会嘛，毋敢站出来。后来教会伫1970年代的时阵，开始敢站出来，甚至后来搁过20年了后，1990年2月初9，咱长老教会发表一个道歉，迄个道歉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对228事件受难者甲家属的道歉。道歉即个幕函的中间讲着讲，阮的疼心诚然不足，无法度赢过惊吓。为着安尼，阮要向228事件全体受难者甲家属表示阮的道歉，恳求上帝怜悯甲赦免。这是迄当时教会做即款的发表，因为这是一种信仰的反省，反省咱过去，亲像这16节所讲的，上帝讲，伊看无着人帮赞受欺压的人，就真着惊。其实这句话拄是咧对教会讲的，敢毋是？教会伫迄当时疼心无够，无法度赢过惊吓，所以教会做即款的道歉。咱若搁转来到伫经文内底所记载，迄当时无有领袖，无有先知，嘛无有义人，愿意为着真理来发声。面对即款的情形，上帝并无安怎活转身来离开，上帝无放弃。经文安尼讲，伊就家己用家己的气力拯救因，用家己的公义扶持因。换一句话，当这个社会败坏的时阵，上帝敢会缀点点买啦？圣经内面互咱讲，上帝要用家己的气力来拯救，上帝要用家己的公义来扶持，上帝要来介入迄个中间。上帝安怎介入？咱来看17节，伊穿公义做战甲穿，用拯救做头盔戴。咱的上帝毋是一个离开世界远远的上帝，咱的上帝是踮伫咱中间的上帝。咱的上帝是一位为着公义来征战的上帝。所以这段经文，互咱看到，咱的上帝是介入历史的上帝。当社会失败、公义消失，但是上帝犹原无放弃伊所创造的世界。甚至上帝也呼召人来加入这款的行列。咱也看到新约使徒保罗伫以弗所书第6章的讲起，伊的讲起，伊叫咱着爱穿起属灵的战甲、属灵的军装啦。伊讲公义做护心镜，救恩当头盔。这个画面就若亲像今仔日
先知以赛亚所甲咱讲起的，上帝早前是安怎？伊穿公义做正甲，伊用救恩做头盔。但是保罗甲咱讲，咱的新的时代是每一个人拢爱，每一个属于上帝的子民，咱拢爱穿这款属灵的军装，是为着上帝的公义来征战。所以上帝也呼召咱徛伫公义的迄一边。再者，咱来看19节甲21节，遮的描写，这段的描写，互咱看到。头前咧讲起黑暗罪恶所带来的黑暗，社会的败坏。但是19节，先知将咱的眼光转往一个远望。咱来看19节，然后圣经的人会当显开，讲安尼西边的人会敬畏上主的名，东边的人会荣光伊，会尊重伊的荣光。这是一个真水的这个画面。上帝荣耀无搁干那停留伫以色列人的中间，伊是要互万国看见。当上帝介入这个历史的中间，西边的人会敬畏，东边的人嘛会尊重。意思讲，上帝是要互这个全世界拢会通成做一个有公义的世界。20节讲有一个救赎主要来到伫锡安。这是这段经文最高峰，当罪互人甲上帝隔绝，社会充满无公义、充满黑暗的时阵，咱所期待这位上帝，伊要介入咱的世界，要来恢复公义，带来拯救。这是一个真要紧，互咱看到的。最后21节。也互咱看到一个真要紧圣约的应允。我要甲恁立的约是安尼：我的神甲我的话，拢会伫恁中间。上帝的圣神会帮助咱，上帝的话是真理，真理会伫咱中间来引带咱。咱人软弱做无够的，上帝的圣神会引带咱。也毋望亲像先知所传的信息。诚做咱今仔日台湾社会真要紧的提醒。咱个想看卖，今仔日即周中间会通带来啥物款信仰的反省？第一个，我要讲的信仰，毋是好认黑暗，乃是伫黑暗的中间悠然相信上帝悠然的行动。咱看到咱的历史中间，咱敢会亲像看到迄个社会中间？公义倒退路，真理拍伫车门口，人亲像无有方向，亲像痴迷的伫遐蒙蔽的行，整个的社会做互社会失去方向。伫迄个内面，黑暗彼此，咱伫黑暗中彼此伤害。即过去台湾的历史，咱会通看到，其实伫国外真侪所在拢有发生即款的代志。咱过去咧看到讲南非也是德国啦，也是甚至伫北美的所在嘛有，拢有类似即款的代志。即款的代志拄着的时阵要安怎？诗人伫遮互咱看到，伊讲阮亲像云在吼，亲像粉鸟啊在哀鸣，在唱口调啊。这个画面，互我想到台湾一首真古早的歌，一只鸟仔吼啾啾，哪会晓唱的人会当唱。一只鸟仔吼啾啾，伊咧讲起吼到3更半暝，找无收，甚至安怎？啥物人甲阮弄破阮的手，互阮掠着袂放伊煞。这是一首歌，这是一首口调仔歌。其实这个口调仔歌，这首歌是日本时代的末期，军国主义开始的时阵，要发动战争。迄当时，
台湾人民袂当批判这个统治者，所以只会当用一只鸟啊吼救救来表达家己心内的悲哀。这个鸟啊受毁败，就破坏去，鸟啊伫半暝伫遐伫遐哀哭，找无大的所在。这就喺描写人民安怎家园破碎，生活受压迫，人毋知影未来要飞往啥物所在去。这首日本时代末期的歌，后来日巴事件了后，搁互人搁一摆来唱，亲像先知所互咱看到的，阮亲像熊在吼，亲像粉鸟在哀鸣。其实台湾真侪一种充满悲哀的诗歌，拢要表达咱台湾过去的历史。我讲几首歌，你可能会有拢听过，《望你早归》有无？哦，甚至怎卖肉粽哦，甚至怎爆破梦。特别这个爆破梦，伫白色恐怖的时代吼，迄嘛是禁歌，你敢知影？咱教会徐美玲老师伊是禁歌的迄个研究学者。哦，有一回听伊咧讲起，遐个歌拢有伊的故事啦。哦，爆破梦，因为怎？咱的希望若破去，要用啥物来补？迄个希望，掠鱼的梦，甲咱所梦迄个梦，迄是一个这个披露闪映，互咱看到希望若破去，我要安怎来补迄个梦？所以迄当时，二八事件了后，大家唱这个歌，当局惊人民通过这个歌的中间发现迄个现实，所以安怎禁止？所以禁止。迄个年代，甚至有人安怎讲一句无心之话，就加关一冬半。有一个人叫做赖振福，伊就是一个政治犯受关监。伊有一天就是问迄个监狱的人讲：今仔日拜鬼，今仔日拜鬼，台语今仔日拜鬼，星期几啊？迄个人听着讲拜鬼拜鬼，迄天拄好是10月31号，啥物人生日？蒋介石生日，所以因为安尼，你说伟大的领袖，你是拜鬼，安尼煞加关冬半。哇！甚至我印象上深的是，有一个台湾新闻界的前辈，童宣孙，伊迄当时伊咧翻译一本这个《汤姆历险记》，《汤姆历险记》翻译，竟然安怎？有人去甲密告，所以警总来去伊遐搜索，找着安怎《汤姆历险记》。就讲你这个有左倾思想，伊就讲《汤姆历险记》跟共产党思想有啥物款物件共款？伊伫遐问迄个警总的人，警总的人伫遐甲讲，你看，那上面的作者马克吐温，他是马克思的亲人，所以马克吐温，所以互这个人安怎掠去？内湖新生总队关训7个月，甲去互伊朋友甲救出来。亲像先知直接讲的，迄个真理倒伫城门口，公义远远徛。意思讲，这个社会已经无公义啊。这款以赛亚书59章的描写的世界，其实真侪所在拢发生，台湾嘛捌发生。伫黑暗中，先知宣告一个，互咱有愿望的是安怎？上帝看到啊！上帝毋是安怎缀做点点无看到，上帝嘛毋是麻痹。上帝伊看到，伊要介入这个历史，所以圣经内面咧讲起，上帝要穿公义的盔甲。要穿救恩的头盔，带来拯救。所以20节最后才会甲咱讲，有一位吉
救赎主会来释安。所以咱看到黑暗毋是世界历史的结束，哀歌嘛毋是历史的终点。亲像补破梦会当修补，亲像迄个失去的鸟仔树会当安怎悠远会当重新来过。上帝毋是敢若看到人的痛苦，上帝伊要用伊的灵、伊的话，成做咱的帮山来引带咱，行往一个公义的上帝国。所以黑暗毋是世界的终局，世界的终局是啥物？亲像启示录所甲咱讲的，新天新地，新天新地。也毋望咱来时刻存着即款的信心，无论咱台湾今仔日所拄着世界的挑战，也是面对中国的威胁，咱莫失去信心，因为咱知影黑暗毋是最后赢的迄一个，真正赢的是咱的上帝。伊袂缀点点，伊袂麻痹，伊会介入咱的世界。伊要介入，嘛亲像使徒保罗的唤起，咱逐个人都爱穿起属灵的军，即个战甲，用公义做咱的护心镜，用救恩来成做咱的头盔。咱每一位派去十字架来军队耶稣基督。第二，要甲咱分享的是，对罪的黑暗到上主的救赎。咱读了这个以赛亚书59章，咱会当发现内面一个真严肃的问题：罪是啥物？圣经所讲的罪，毋是道德的过失。咱有当时吼，拢咧看人道德的过失啊，看这个人不排队，看迄个人做啥物代志，感觉讲无好，等等遮的，咱拢看迄个细项的代志，但是先知伫遮要互咱看到的是一个搁较大的一个社会公共性的层面。罪是啥物？罪就是邪恶，罪就是安怎违背公义啦。一个社会无公义，迄是搁较深的罪。当人的性命甲整个的社会处事违背上帝的公义，圣经内底甲咱讲，这就是人甲上帝关系的这个破裂。所以咱看到，若安尼社会公义会倒退愈，真理安怎就会倒伫社门口。即款的罪，往往毋是干那个人的问题。咱有当时，咱愿意做会好，咱煞无法度去做；咱无愿意做会歹，咱反倒转去做。但是一个真大的问题是，一体也是结构的问题。这礼拜讲道研讨的时阵，杨牧师有咧讲起一本册，迄本册我想有真侪人看过，叫做《道德的人甲无道德的社会》。这是一个美国真要紧的神学家，这个尼泊尔伊所写的。迄册主要咧讲起，做一个个人个体的时阵，咱愿意去追求道德良心，但是这个个体进入这个群体、进入制度的时阵，都完全无共款啊。群体会当为着群体的这个家己的利益来牺牲个人的公平，甚至合理化这个欺压暴力。所以罪毋干那是某一个歹人的问题，通常是一个结构性的罪恶。那亲像讲一个血汗工厂，血汗工厂内底的厂长、管理者，有可能伊是一个普通良善的人，伊就照公司所吩咐的，我就安尼做，我就安尼做。伊嘛要求别人安尼做，看起来伊拢无问题。但是伊有可能伫迄个结构的中间，伊干那做伊应该做的，
但是结果是安怎？对家宅的人工人的欺压，迄是一个集体结构的问题。这以赛亚书59章所描写的世界，若是一个社会制度放弃，就是讲公义受压制的时刻。伫即款的时刻的中间，迄个结构若无有改变，其实社会的罪恶是无法度改变。咱看到先知的信仰，毋是倒闪世界的信仰。先知的信仰是迄个对无公义来提出伊的抗议。所以真正的信仰，毋是停留伫宗教仪式啊语言。真正的信仰是安怎？爱关心这个结构的罪，要安怎去突破，互全体会通去感受到上帝公义的临在，去做伫真理的顶头，互社会重新行转来伫上帝的道路。这也是咱今仔日咧讲起转型正义真要紧的意义。要互历史中间迄个无公义会通受看见，公义受看见，就是安怎？公义重新徛起来，这个社会、这个国家才有未来啦。愿圣神帮助咱做阵来促进上帝国的新国度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我的上帝，感谢你通过今仔日的经文，带予阮信仰的反省。也阮反省，阮的时代社会中间所发生侪的问题。愿望行往上帝国，愿圣神帮助，愿上帝你的话语、你的真理受高举，来引带阮。真理亲像光，互阮伫黑暗中会通看见。阮要将阮的教会、阮的国家。全然交托伫上帝你的圣手，愿你引带阮无煞。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这时，请会众起立，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神，创造天地之在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使者，咱主，以信心祷拜，你在这论玛利亚之时，你温柔的得人来后，并系列系来找领悟，这三日相拥的话，求你当最专业的小朋友，一边遐济。即时咱要来举行洗礼请今仔日受洗礼李安妮来到伫台前。阮得到帮赞是我靠上帝的名，伊是创造天地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咱注意来听，主耶稣基督所吩咐的话。伊对世人中讲话了后，还未上天的大声有讲：地顶地的权已经拢互我，所以恁着爱去招万百姓来做我的学生，甲因行洗礼，互因归入爸、囝、圣神的名。既然我所命令恁的，着假是因手，搁我日日甲恁伫地，到世间的落尾。伫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，对听伊的人有讲：你着反悔，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。要互恁的罪得到赦免，搁互恁领受圣神的赏赐，因为所应允的要归入恁，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，就是既然主咱的上帝要保掉的，亲像迄当时彼得叫人反悔来信靠耶稣基督，搁领受洗礼。当日安尼，我也要对你讲，你着深信
你若真实反悔告别你的信仰，搁伫伊的名来领受洗礼，这个圣礼典要成做你的罪，你着洗清气的记号甲确印，搁表明对圣神得到的顶头生来连结伫基督。当你要领受洗礼，你着爱伫上帝甲正人的面头前来告别你的信仰，来应答我所问的。第一，你敢有相信上帝做你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圣神做你的保惠师，抑无？你敢有诚实反悔你的罪，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，抑无？你着倚靠上帝恩典，尽力来服侍伊，一世人行伊的道路，尽做基督徒的本分。你有愿意安尼行，抑无？这是咱来举行洗礼。等下洗礼的时阵，阿免的时阵，也请咱兄弟做阵来阿免。你安尼，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入爸、囝、圣神的名，阿免。来，请徛伫中，咱再来中间，嘿。这是要来宣告，请咱兄弟起立。当你安尼已经告别你的信仰来领受洗礼，我靠教会头，也是咱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济南小会官兵，接纳你正做陪产的会员，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约的恩典，咱三甲来祈祷。全能慈悲的上帝，阮感谢你极大的恩典，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囝儿、查某囝来加入你的教会，愿你祝福因，互伊你的圣神降落伫伊的顶面来坚固，也用恩典来赏赐伊，互伊会当结连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，永远伫你的内面，拄着试探的时，求你保护伊。互伊会通精进好的精进，愿你的气力扶持伊的软弱，保守伊安稳伫你的听内面，搁互伊一世人会通服侍你。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今仔日参加这个圣礼典了后，求你互阮搁较明白洗礼的意义，求你赦免阮，因为阮离开你的道路，致到阮欠缺领受洗礼的恩惠。求你，互阮会当完全反悔，或倒转来归伫你，对担了后会通做你尽中的奴仆。同心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免。会众请坐，后亲安尼坐，转过身来，咱来请小会员来握手来接纳。请回座，请回座。这时咱三个来吟圣诗，来准备来领受主的圣餐。请咱做阵起立来吟圣诗368首。
请坐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今仔属你教会陪餐者三个来守主的圣餐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请咱注意来听主耶稣对今仔归五亿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主耶稣讲：恁今仔着我担重担，着就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也讲，枵喙焦耳目耳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得到饱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咱注意来听，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的话，是照着使徒保罗所讲，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互人买迄暝有摕饼祝谢来背伊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咧旁过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设立的。今仔日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，因为恁逐摆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耶稣基督互人卖迄暝，有摕饼来祝谢，所以咱即时也要按照伊的款式，三个来感谢上帝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现在阮按照你的命令摆设圣餐的宴席。是要纪念你永远的献祭，阮谦卑恳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，也圣别者会摆伫你面前的饼甲杯，互阮接受者的对你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对你恩典的帮赞，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，也会当互阮伫成长伫你恩典的中间，通荣耀你的圣尊名。同心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。阿免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是请服侍长老来到伫台前。请咱摕着饼以后，犹原安静咱的心来默祷。最后所讲，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，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。请咱接着饼以后，犹原安静咱的心来默祷。
这个其实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，咱就今日来纪念伊，咱三个来领受。食了后，也咧旁杯，主要所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所设立的。今仔啉的时，就今日来纪念伊。即是请服侍长老来到伫台前。请咱接着杯以后，悠然安静咱的心来面对。主要所讲，恁既然着我担重担，着就近我，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
这个杯是新约，伫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。今仔啉的时，就今日来纪念伊，咱三个来领受。恁逐摆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咱同心来感谢，阮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因为对伫你极大的疼痛，互阮领受你的圣餐，诚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，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。要阮知，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，就是受祝福、忠实的圣徒，是上帝国永远的后裔。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你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继续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会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，对当以后通荣光你的圣名。同心祈祷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免。这时，咱要为着下面的事项来祈祷。第一项，为着受难州甲全球教会一同纪念耶稣的救赎。第二，为着4月初3耶稣基督受难日，即光礼拜。当来敬拜。第三，为着圣歌队乐团准备过偌济赞美礼拜，请咱做伙出声，同心来祈祷。这时，请司县长会员即事带咱做结束祈祷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感谢你的慈爱甲信实，你是拯救阮、受恩典的上帝，互阮有份伫你的恩典，伫主日礼拜分别做圣，组织伫你的面前，同心祈祷甲感谢。阮伫受难周的时，要做伙纪念你所为阮所承受的救赎。主，你甘愿替罪人受苦，顶十字架，互阮得到赦免甲新的性命。求你，互阮伫这段时间，轻骹深深思想十字架的疼，谦卑悔改，真心立志来跟缀你。也求你，互阮的心，搁一摆受你的疼所感动，愿意用性命来回应你的恩典，活出十字架的道路。主啊，阮也为4月初3的受难日。即光礼拜向你恳求，求你准备阮的心，互来到礼拜的正人，伫敬拜中真实思想主的受苦、牺牲甲疼，也互较侪人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经历你的同在甲拯救，当得这宝贵的救恩。主啊，阮嘛为阮的国家向你呼求，求你保守立法院的运作，互一切决策甲进步行伫公义甲正直的中间。也求你阻挡一切外来势力的干扰甲攻击，互阮的国家通伫稳定甲和平中向前行。阮嘛将教会将身体软弱的兄弟姊妹交托伫你，无论是住院的、伫安养机构的，也是伫接受治疗的，求你亲自看顾甲医治，
减轻因的艰苦，坚固因的信心，也安慰因的家属，互因伫困难中，无伫失去毋望，亲像经历你的同在的恩典。阮伫遮安尼同心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恳求。阿阿门。免。这时，咱来奉献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这时我来报告，请大家来看周报。通知事项第一项，今仔日3月29中秋主日是受难周的开始，请兄姐伫3月29到4月初4受难周的期间，避免参加喜庆、宴乐甲旅游。第二项，正经学校今仔日有全教会的演讲会，定伫小等上午11点，伫宣教中心闭院的教室，邀请和美乡教授来分享健康甲社会论性，欢迎会友参加。第三，英国防长老105岁的生日，家属今仔日有准备鸡卵糕伫茶饼会，甲会友分享。第四项，受难日的即天礼拜定伫即礼拜5、4月初3暗时7点半，伫教会大礼拜堂举行，邀请音乐密契的诗班来带领，欢迎会友，嘛邀请亲朋好友做伙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，甲领受圣餐。迄天会守护台湾的基督会讲庭。第六项，后主日举行5节联合赞美礼拜，是10点开始，请会友注意时间。第七，今年的清明追思礼拜定伫后主日下晡1点，伫大礼拜堂举行。第八项，2025年的讲道集甲周报的核定本已经完成，每户会使摕一本，摕了为止。第10项，本会甲定兵学会合办的2026爱的练习室的婚姻成长团体，报名到这月底为止。具体的消息，本会郭应玲姊妹的妈妈郭黄玉梅，伫3月12安歇主怀，女婿76年，愿主安慰伊祖。个别礼拜定伫4月初7拜二下晡1点半，伫教会大礼拜堂举行。第二，庄明哲教授伫3月18伫美国圣地亚哥安歇主怀，女婿95年。伊捌担任本教会青年团契的会长甲执事，愿主安慰伊祖。4月11伫美国举行个别礼拜，6月初6拜六下晡2点，伫大礼拜堂举行追思礼拜。补充报告，礼拜线请小会员到203教室参加临时小会，其他的消息请咱家己看。这时，请会友起立，用奉献诗来祈祷。
请坐，即是请牧师来介绍甲请安。伫遮来介绍咱中间的朋友吼。首先来介绍是李安娜，就是今仔日陪妹妹李安妮来到咱中间，咱拍鼓甲欢迎。另外来介绍是蔡元兄夫妇，因为国防长老的生日，今仔日特别来到咱中间来。咱也甲咱的兄弟彼此请安，愿上帝赐阮甲咱每一位三个弟弟。做伙来念圣诗400首，愿主仁爱，甲你同在，请起立来吟全首。吟诗煞，请黄春新牧师接导。愿最后所祈祷的恩典，迄要上帝极大的疼痛，而生是个相通，甲恁正大家三个弟弟，对即世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入岛聚会，新朋友甲需要代祷的兄弟，请到礼拜堂头前有牧师、长老甲同工为你介绍，或者是代祷。其他的兄弟欢迎参加礼拜堂后面的地饼会交易，因为这个场地、场地等下还阁有别的聚会，请会友到礼拜堂的外面。